如果我同你講，人類而家嘅生活方式需要 1.7 個地球先可以支撐落去，唔係誇張，唔係隱喻，亦唔係環保口號。呢個係一個由全球科學家長期計算出嚟嘅真實數字。問題係，我哋明明只得一個地球，另外嗰 0.7 個喺邊度嚟？1.7 個地球其實係一個科學計算。呢個講法來自一個概念：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生態足跡其實係一種計算方法，用嚟衡量人類嘅生活方式需要幾多地球資源先可以維持。例如，我哋食嘅食物、用嘅能源、住嘅城市、用嘅木材、排放嘅二氧化碳，全部都需要地球嘅土地同海洋去支持。而科學家會將呢啲需求轉換成一個指標，需要幾多生產性土地同海洋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and sea。但同時，地球本身都有一個上限，呢個上限叫生物承載力 biocapacity。生物承載力代表地球1年之內可以再生幾多資源同吸收幾多污染。例如，森林1年可以重新生長幾多木材，海洋1年可以恢復幾多魚類，農地1年可以生產幾多糧食，自然系統1年可以吸收幾多二氧化碳。當人類使用嘅資源超過地球1年可以再生嘅能力，我哋就會進入一個狀態：生態透支 （ecological overshoot）。根據國際研究機構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長期嘅計算顯示，目前全球人類每一年消耗嘅資源大約等於 1.7 倍地球1年可以再生嘅總量。換句話講，我哋1年所使用嘅資源其實需要 1.7 個地球才可以長期維持。但現實係，地球只有一個。為咗讓大家更容易理解呢個問題，科學家提出咗一個概念 Earth Overshoot Day 地球超載日。Earth Overshoot Day 代表人類已經用晒地球當年可以再生嘅資源，之後嘅日子我哋用嘅其實係未來嘅資源。喺20世紀70年代 Earth Overshoot Day 大約喺12月尾，即係差唔多剛好用完1年資源。但而家呢個日子已經提前到7月尾到8月初，意思係當你仲未過完夏天，地球其實已經破產。之後嘅幾個月，人類只係用緊未來嘅森林、未來嘅魚、未來嘅淡水同未來世代本來應該擁有嘅自然系統。咁人類究竟點樣借用未來？主要透過幾個方式。第一，森林被砍伐得快過再生。森林係地球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自然系統。森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釋放氧氣 （oxygen）， 調節水循環 （water cycle）， 保護土壤 （soil）， 維持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尤其係熱帶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例如亞馬遜雨林 Amazon rainforest， 長期被稱為地球之肺 lungs of the earth， 因為佢吸收大量二氧化碳。但而家問題係，森林被砍伐嘅速度已經高過自然生長速度，原因包括畜牧業擴張 livestock expansion， 大豆種植soy production， 棕櫚油種植 palm oil plantation， 木材開採 logging， 城市擴張 urban expansion。 當森林減少，地球吸收碳嘅能力就會下降，結果係氣候暖化加速。第二，海洋被過度捕撈。海洋一直被認為係資源最豐富嘅地方，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全球超過1/3嘅魚類資源已經處於過度捕撈 overfishing 嘅狀態，例如藍鰭吞拿魚 bluefin tuna、大西洋鱈魚 Atlantic cod、劍魚 swordfish。大型掠食魚類喺過去幾十年出現大幅下降，而大型魚類一旦減少，整個海洋食物鏈 marine food web 就會開始失衡。例如小型魚類過度增加，海藻過度生長，珊瑚礁退化 coral reef degradation， 最終影響整個海洋系統。第三，化石燃料變成時間借貸。現代文明嘅能源主要來自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包括石油 oil、煤 coal、天然氣 natural gas。但呢啲能源其實係幾千萬年前嘅植物經過地質作用形成，而人類只係用咗200年就已經燃燒咗大部分。燃燒化石燃料會排放二氧化碳。工業革命之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大約每100萬個空氣分子中有280個二氧化碳分子，但而家全球平均濃度已經超過420 ppm， 增加超過50%。而地球自然系統吸收碳嘅速度其實追唔上人類排放嘅速度。第四，土壤被消耗而唔係恢復。人類食物系統依賴土壤，但現代農業大量使用單一作物 monoculture、化學肥料 chemical fertilizers、農藥 pesticides、高密度耕作 intensive farming， 短期可以提高產量，但長期會令土壤有機質 soil organic matter 下降。當土壤失去有機質，佢會保水能力下降，微生物減少，土壤結構破壞，結果係農業需要更多肥料先可以維持產量，食物系統就會變得越嚟越脆弱。好多人會問，我只係普通人，點解會同我有關？但事實係，我哋日常生活其實直接連接住全球資源系統。例如電力消耗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一部普通冷氣機功率大約1000至1500瓦，如果每日開8小時，一年用電大約3000至4000個千瓦時 kWh， 而全球平均每一個 kWh 嘅電力大約產生0.4至0.8公斤二氧化碳。再例如食物系統 food system， 牛肉係其中一種碳排放最高嘅食物，生產1公斤牛肉平均排放約27公斤二氧化碳，其中一個原因係牛會產生甲烷 methane， 而甲烷嘅溫室效應大約係二氧化碳嘅28倍。科學家曾經計算，如果全球所有人都過美國式生活，人類大約需要5個地球；如果過歐洲平均生活，需要大約3個地球，而全球平均就係而家嘅1.7個地球。如果生態透支持續，最直接嘅影響包括食物價格上升、極端天氣破壞農作物、海洋漁獲減少、土地退化，導致全球糧食供應變得不穩定，水資源壓力增加，地下水抽取速度遠遠超過補充速度。例如，美國其中一個最大地下水系統 Ogallala Aquifer 正逐漸下降，氣候風險增加，溫室氣體增加，導致熱浪 heat waves、乾旱 droughts、暴雨 extreme rainfall、強烈風暴 intense storms 出現頻率增加，經濟系統更容易震盪，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自然穩定。當自然系統失衡，經濟震盪就會變得更加頻繁。
地球其實係一個互相連動嘅系統，森林、海洋、土壤、氣候、生物多樣性，全部互相影響。當人類長期用 1.7 個地球生活，就會出現連鎖反應，包括生物多樣性下降、生態恢復能力下降、碳循環被打亂、氣候穩定性下降。而最不公平嘅地方係呢啲影響唔會平均分佈，最先承受後果嘅通常係最貧窮、最少製造問題、資源最少嘅地區。所以 1.7 唔只係一個統計數字，佢代表一個狀態，長期不可持續，但短期仲未崩潰。臨界點最危險嘅地方係表面仲運作緊，但內部已經超負荷，一次衝擊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所以一個地球，但我哋已經用咗 1.7 個，唔係一句道德批判，佢其實係儀表板上一條紅線。而臨界數字想帶俾你嘅唔係恐懼，而係一個清醒。當問題開始變成數字，我哋就知道時間其實已經唔多，而真正嘅問題唔係地球會唔會撐唔住，而係我哋會唔會繼續視若無睹。數字本身冇立場，佢唔會恐嚇你，亦唔會安慰你。臨界數字存在嘅目的唔係預測未來，而係當風險仍然只係數據，我哋就應該開始討論。呢度係臨界數字，每一個數字都是一次警告。